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2月26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楚欣。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昨伫台东成功击打试射一粒无限制高度的飞弹，判断应该是测试天宫3型进行强攻专案。不过中科院甲国防部拢无证实这件代志。有民众翕到飞弹发射了，飞光飞天灵级的画面真欢喜。这是台东成功镇的机飞渔港，25晚8点多，中国院伫东海岸试射飞弹，应该是天宫3精挺型飞弹，高度无限远。台东发射的是靶弹，佮由屏东的高峰基地所发射飞弹来进行炸动。军事专家讲，应该是继续伫咧进行的强攻专案，因过中国院甲国防部拢无证实。另外，28甲29岸也有飞炮射击。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为台湾东南空域高度7200公尺的中共军机，所以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换脱离。有军事媒记录到，昨一台运飞技术侦察机进入咱西南空域了后，竟然正罕见的一路驶到东部外海，因为这2天正好中科院一个试射飞弹，攻击这个时阵飞来，时间正敏感。针对这些相关的攻击的动态，我们全程掌握。针对媒体这些臆测或者报道，我们并不清楚的来源所以没有评论。可能未来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这个反飞弹的一个战力，所以这当然会引起对岸是高度程度的一个重视，所以才会从每一次有这样的讯息传出的时候，出动这个军舰或是出动这个军机来搜集一些相关重要的资讯。学者分析，攻击敢若是飞到东部外海侦搜飞弹的数据。伫以后可能会更加接，显示解放军对咱台湾家己制作的防空飞弹正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昨搁再增加4站带病入境染到武汉肺炎的患者，也讲到迄个中英航空治病的纽西兰技术所引起的群组感染，指挥中心扩大编列149名接触者，但是中表示，昨过这站瓦金小的事件，若无搁再变病咧，社区感染的风险就会较轻。不过防疫犹原袂使大意。后来爆发头一站新冠肺炎航空器互相烧话感染事件，有3名机师去话着，也互国内200多工的零本土病例破光去。疫情指挥中心扩大列出接触者，总共149人，即阵核酸检验有3个人阳性确诊，也有2个人等待采检。血清抗体检验有1人阳性，1人检验中，也有2人等待采检。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案例771是本土感染个案，隔离5若是无新增加的病例，社区风险相对较细，不过无代表零本土。到25号是会没有这种的本土案例出现，那是可以比较放心。像我们有253天的零确诊的本土，那我们也跟大家讲说，这里面零确诊并不代表零本土。对着有大商团体呼吁指挥中心推动大商疫苗泡泡，就有注射国际组织认证的新冠疫苗了后，缩短回国特殊检疫时间。但是中讲未来一定会有这类的计划。问题怎么认证？那第二，那个资料相关的资料是什么？然后第3个，事实上像目前的观察期间都不够，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计划。不过未来这个计划是一定会有的了。另外，国内新冠肺炎，阁新增加4例境外移入病例，分别对菲律宾、印尼、巴基斯坦加美国入境。4个人入境时拢有3天内阴性报告，其中2个人是本国籍，菲律宾籍1个人，印尼籍1人。但市长呼吁民众，虽然无新增加本土病例，不过也是要常常洗手、挂嘴安，做好相关防疫的做法，才法度真正降低传播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也讲到国际，已经有袂少国家开始咧做武汉肺炎的疫风险，也咱台湾的疫苗的研发进度也受到国家的大关注。不过，当所有消息指出，国内3种疫苗恐惊拢无法对年尾进入第2期的临床试验。但是，用表示有请业者提出修正的计划，也呼吁民众遵守防疫的规定，咱疫情定着通控制好势。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一直拖，必须靠疫苗才法度阻止传播。不过，却是传出国产疫苗研发进度落后。3间疫苗厂内底头1期临床试验以国工生机进度上紧，不过抗体效果不足，无法进入第2期临床试验。联合科技院必须补件，高端疫苗是因为起步较慢，头1期临床数据也唔知。换一句话讲，今年底进前恐惊无任何一间能通过进入第2期的临床试验。我们总是希望让它的这个效价能够更好一点，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在第2期的时候，我们希望当我们的抗原
这个疫苗的抗原增加的时候，确实可以增加它的效价。我们一期临床试验目前我们有3个剂量，低、中、高已经都打完了。我们临床2期的试验计划书已经在11月9号已经送出审查。对此，陈市长表示，新冠病毒感染可能将来会流感化，有可能每年都要注射，所以按怎和国产的疫苗抢用成功来研发用生存，指挥中心是抱着真大希望。即阵已经请业者提出相关的修正的计划，后续会再来进行审查。第一家里面，它的一个免疫原性我们认为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所以我们现在请他提出修正的计划。但市长强调，疫情控制不应该靠疫苗，也必须爱落实防疫的新鲜化，抗病毒药物也是其中的一款。三款真若是使做个到做好，对疫情控制就较有信心。世界秩序也慢慢恢复正常。记者施宏华报道。猪肉来食肉前9项行政命令通过，针对进口美国猪肉是受美国施压力，咱台湾才来冷的质疑。行政院长苏贞昌反驳，也表明政府定着的斟酌必须食品安全。立法院通过内地进口的9项行政命令，明年正式开放进口。不过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批评过，这是民进党政府放弃主权，向美国的压力认输，专门伤害台湾人民健康的开始。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讲，这是错误的讲法，政府嘛一定会严格把关。台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战略关系非常重要，我们跨过这一步，一方面我们可以走向国际。一方面可以为台湾更创造很大的经贸实力跟机会。苏贞昌强调讲，政府也是会搭配检验，清楚表示，学校营养午餐嘛拢会用台湾食材，请大家放心。不过表决时阵，立院立委江永昌等3个人弃权走票，爱面对党纪的处分。国民党是发出要罢免到赞成票的立院立委，苏卡惠红点名是第1名。本来就应该啦，党本来就应该有党的这个自律啊。但是昨天怎么会想要跑票？没有的，没有。是为了地方的压力吗？不应该用跑票这个词。怎么看说被列为那个莱猪这个罢莱为第1？真的哈。若是真侪个表明反内地的意思所威胁，因为去维护报告法违反食安法，而国甲中华人权协会去监察院တင်前，向监察院长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陈菊来申请人权保护。这样子其实就是一个侵犯人权，就是要让我们看，的确这样的过程让我这样子的一个医师觉得很害怕。他现在行动自如，发言自由，他今天有受到什么立即的迫害？我想，人权会依照我们的法律没有批复的问题。但局嘛强调讲，台湾是有多元丰富声音的民主社会，所威胁对国家人权会的တင်前，就照监察院တင်前的定数，每一个案件都会谨慎面对甲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麦。头先来看《澎哥日报》。12名香港青年意图来台湾，随后中国以偷渡罪名关超过120天，将宣布后礼拜一审这条案，不过审理无公开，是引起大批评。刷了是自由时报，海巡署前署长陈国文提早退休，目前由学者出身的曾庆达担任海巡署长。昨行政院宣布为应对两岸局势，新海巡署长交前海军中将周美娥来接任。上尾是中国时报，立法院昨3读通过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悠游卡街口支付只要扫 QR code， 钱就通互相转去到口座，分销愈利便。国际上要紧来关心世界，英国甲欧洲联盟经过9个月艰难的过程，总算伫12月日是对英国脱欧了后，双方贸易协定达成共识。两边进出口的货品有关免扣关税，有关唔免限额，也上届有争议的器官质地。欧盟这边是牛波，夹起到英国海域掠鱼的量降到25%，星期头尾定5档半。英国甲欧盟的谈判代表第一日是，也就是脱欧期限的前7天，总算达成后脱欧双边贸易协定，消除4年半以来的硬脱欧危机，确保双方未来真大的贸易额。英国政府甲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对前边界法律贸易甲掠鱼水域的控制权摕倒转来。I'm very pleased to tell you this afternoon that we have completed the biggest trade deal yet, worth £660 billion a year, a comprehensive Canada-style
free trade deal between the UK and the EU, a deal that will protect jobs across this country. 协议的完整内容，佮加上附件佮注记，要甲2500页，一个伫咧官印当中。对英国政府伫网页所公布的35页要点来看，明年1月7日开始，英国出入欧盟的商品会继续维持零关税佮零限额优惠。英欧边境的涉海关，欧盟伫咧是按环保、劳工法规佮自由贸易方面的规定，虽无会继续执行，毋过英国佮有独立判断的权利，若是拄到纷争，毋免受欧洲法院的管辖。伫咧公平竞争的环境方面，协议稳准任何一方，伫咧家己认为权益受到损害，提交仲裁了后，会当提出相对应的反制。若是双方意见差上侪，戏官谈判，要要求欧盟甲日英的联系两件变成英国是做出大体量。廖保良的讲价定做25%，而且设立5年半的春秋期，期满了后，双方则搁就后续搁虚增的掠保权来分配进行谈判。因为虚额上侪，敢若占英国整体经济0.12%，影响并无大。真正有激烈冲击的是英国的经济命脉——金融服务业。脱欧公投了后，外商对英国的投资连续3年降价。原本伫伦敦设立作业中心的下国银行，拢迁去欧盟的其他城市。未来英国的银行甲其他的资产管理公司，嘛无法度享受单一市场的好处。I know this is a difficult day for some. And to our friends in the United Kingdom, I want to say, parting is such sweet sorrow. 英国国会预定伫12月30日举办临时会，对后脱欧双边贸易协定来进行表决。上大在野党党主席史塔姆爵士早就已经表态，有协议总比无协议较好的状况之下，过关的几率是真悬。欧洲议会要等到新年过了后，才会当开议审查。所以伫咧8年的向会员国代表简报了后，就先批准协议暂时生效。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看到转来咱台湾在地上大条。迄名甲来台湾读册马来西亚的女大学生台视的姓牛的男性，昨昏桥头地检署侦查段落，将这名嫌犯以强制性交未遂、强盗、甲杀人等等罪嫌提起公诉。也检察官认为被告无改正的可能，望法官就判极刑、死刑。那请求量处本案被告死刑，宣告褫夺公权终身。马来西亚籍女大学生伫台湾遇害，桥头地检署侦查终结，检方依照强制性交未遂、强制性交故意杀人、强盗故意杀人、遗弃尸体等4项罪嫌提起公诉，求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侦查中，他没有主动表示对被害人或其家属的一个歉意或悔改，他仅不断的询问说自己会被判刑多重，或者是否会被引渡到马来西亚等关系自己权益的事项，所以显见被告他并没有所谓的悲悯同理之心哦。检方认为被告认批剥夺女大学生无辜性命，不止无悔改之意，也因为这部问题想要轻生，写一份遗书，是要轻生进程做一寡唔敢做的代志。另外，经过病院鉴定，性侵害再犯的可能性是高风险，无矫正可能有永久甲社会隔离的必要。我犯的罪就是强制性交故意杀害被害人，以及犯强盗罪而故意杀人，这个部分都是符合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谓最严重的犯罪。女大学生相亲委任律师对起诉无方便表示意见，要求台湾国会阁希望判处姓牛被告死刑的女大学生的父母妈妈透过简讯回复，以台湾司法来讲，一切拢想过早，伊愿看法官最后判决，也讲到啥物拢无爱，只想爱查某囝回来到身躯边。回顾这个案情，马来西亚籍女大学生伫10月28登去宿舍中毒，互姓牛的被告有无犯案杀害，严重冲击台湾形象。总统撰文也向被害者家属回失礼。目前姓牛的被告受押伫高雄看守所，检方表示伊生活一切正常。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来看甲生活几条消息。过无几天，新型的所谓身份证要伫新竹市试办，都有团体质疑试办的方式到今拢还未公布，无非是甲市民当作试验的白鸟试。内政部表示，详细议程当中也邀请公司甲团体落去测试资讯安全，听到会保障民众的权益。针对所谓身份证资安的疑虑，内政部长徐国勇找行政院长魏长宏做回背书做网络直播，强调政府未偷入民政片的资料，嘛会提供奖金开放资安的测试。若那所谓身份证按算明年1月份就会伫新竹市试办，不过也受未少民众对新型所谓身份证无啥了解，唔敢试用。因为
为我对新式身份证的一些规定还不是很了解，所以暂时应该是还不会去办。那这样小型的规模示范可以足以代表全台湾人市民吗？那我还有第三个疑惑是，假设示范是未来开办的前哨站，那我相信新竹市民不愿意当试验的白老鼠。25新德市议员甲台湾人权促进会开记者会，反对新德市试办数位身份证，烦恼新德市民爱负担治安的责任。袂输互当作白鸟刺激，互国家试用测试治安，而且若袂领数位身份证，可能阁会失去投票权。立即停止示范 EID， 新竹市民拒当白老鼠。我们的这个新竹市民，甚至是我们的全国人民都会就是包括相关的这个数位主机都会被收集处理利用。有没有相关法律授权？其实是目前是没有相关的专法来规范的。人权团体质疑讲，试办的方式，内政部也未甲新德市民讲互清楚，嘛无法院的依据。针对这点，内政部处长陈宗彦表示，新德市试办的计划还在研究当中，有路的部分等确定了后会阁公布。新德市政府25下晡紧急发声明表示，会以市民优先、治安第一的原则，若是中央无法度针对治安的安全来说明，市府会倾向暂缓来试办。对，详细的示范计划还在研拟当中。为了解决外界的疑虑，内政部会在明年3月份推出赏金拿人的活动。第一阶段会邀请国际有名的治安公司，提数位身份证测试卡来使用，在 UAT 的环境当中来测试。第二阶段是采报名的方式。个人或者是6个人以下的团队，拢会当参加。若是会当为做出数位身份证成功，相关的奖金会当摕到500万。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立法院昨3读通过民法部分修正条文，成年年龄正式降落到18岁，即站将伫112年开始实施。民法这回修法也甲男女订婚的年龄改做17岁，也男女满18岁唔免法定代理人同意，就会使自由结婚嫁离的。也国民法官法按算伫2023年开始实施。台南地方法院昨暗就伫麻豆大天府的庙口办国民法官演练法庭，就是望互民众了解国民法官是如何审理、如何评议。国民法官模拟法庭。模拟审判进程先宣誓，台南地方法院办国民法官模拟法庭，甲其他县市无同。台南市伫咧麻豆大天府头前办第一场庙口国民法官模拟法庭，由国立詹文龙港嘅学生担任律师、检察官、书记官加被害人也个被告。王军只是为了吓唬被害人晨晨而将水果刀伸出去，我们会反诘问晨晨，来证明他的伤势及复原状况。王军的行为已构成刑法第271条第2项第1项杀人未遂罪。现场有150位民众来参加，伫咧说明程序了，用电脑抽签选出6位国民法官、2位备位法官，各加受命备设定职业法官，总共11人。担任国民法官的民众讲，会详细考虑量刑的轻重。所以你做了法官啊，你就知道你量刑的轻重，自己就会要拿捏了。我很感谢有这个机会来做法官啊，够过瘾哦。我也很仔细听了这双方的意见，就是觉得太棒了。这个政策，我相信每一个人，假如抽到就来做法官的话，一定会像我一样，非常兴奋。国民法官的评议规定，有罪认定应该包括国民法官甲法官双方的意见在内，达到2/3以上的同意决定，若无应该以无罪认定。可行决定是以过半数的意见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文化，关注民族文化发展中心新编的舞剧《旭日初升乌普诺河一道美丽曙光》，是描写老凯族万山部落的精神。舞剧表演的期间，也特别邀请万山部落的族人到场参观，咱也做伙来看。老凯族万山部落的族人传唱优美的歌谣，为关注民族文化发展中心新编的舞剧《乌普诺河一道美丽的曙光》起一个好头。
乌普诺河是第一道日头光甲世间万物相光的意思，也是高雄市茂林区万山部落的名称。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开一档的时间去万山部落实地调查，以乌普诺河做主题，编一支乐舞，甲万山部落的文化起源、千岁历史，佮有新旧故事的古老传说，搬去大舞台演出。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田调。透过这样的采集，我们希望把最真实的留在这个地球上超过1000年以上的原住民各部落的故事，都能够把它记录下来。乌普诺河万山部落虽然无全份伫咧老凯制作，不过因为部落的祖先捌甲本论南诏族通婚，地书所讲的语言甲屏东县雾台乡的老凯族并无相通，也因为乌普诺河是通台湾人口上少、规模上细的部落，母语失落的状况是更较严重。但这出乐舞剧不但描写万山部落的文化甲历史，呈现种种祭拜祖先的传统仪式，佮专程使用乌普诺河万山语，是互部落的族人又个欢喜又个感动，就把这样我们的语言讲得很溜讲得很好，真的我们备受感动。当然，这个他们的这种用力的表现把整个把我们的这个歌跟舞和跟曲呢都呈现出来。这出歌舞剧以旭日初升乌普诺河一道美丽的曙光来贺迎，那有迎光明、带希望的意涵，也希望以艺术引带大众入捌万山文化。乌普诺河日头升起来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官店有真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区公所结合在地人文风景、甲友善环境的理念，发展相关的观光行程，但佫有入选交通部的经典小店。规片空旷的餐地包围伫咧乌山头水库边，这是台南市的官店区。因为有这第一道的清气水源，唔但种出品质1:1的米甲菱角，嘛有真丰富的生态资源。这么好的水，孕育了这么好吃的这个菱角、水雉鸟其实咱这几当嘛在富裕，所以我们就推广了这个友善的这个环境。为着要促进地方的发展，官店这几年是真积极咧推动在地观光，结合友善环境的理念，利用市道一切一线。甲乌山头水库到葫芦边的景点串联起来做地图，今年佫入选交通部的经典小店。乌山头水库8天以一，接落去咱的葫芦边，最近打开幕的这个西拉雅风景区，把它做一个串接起来，所以可以从早上玩到晚上。除了以特产菱角发展出来的菱角炭产业，活跃成功的菱角蕉生态，推广保育甲友善环境的农场、牧场，还佫有融合在地嘉南甲西拉雅文化的游客中心，要互所有来到官店行搭的游客，会当体会到参庄的人文风景甲自然生态。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仔日气温就要回升，但是后礼拜三，今年入冬以来上强的一波冷空气就会到地。迎新年迄暗，温度恐惊剩无10度，提醒民众若要出门，就爱穿好些。今年跨年暝，北台湾有机会出现10度以下低温。根据气象局上新预报，这一波入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会伫礼拜三38度，强度有机会达到寒流等级。全台拢唔感觉低温有机会下探到10度以下。预估最低温的时间落在31号的清晨到1号这段时间。那么低温的部分的话，在台南以北、宜花地区都只有10度以下的温度。那么在高雄、屏东，还有在台东地区，低温大概在12度到14度左右。气象局分析，2020跨到2021年有机会出现近10年来上悬一摆跨年。回顾过去观测资料，2004年到2005年，台北跨年暝出现7度6低温；2010年跨到2011年，低温是9度5；2008年到2009年，跨年暝低温是10度9。气象专家提醒，30开始报道的这波冷空气虽然是偏大冷，不过低温时间长，有可能继续3天，一路冷到明年。产业界爱细致涵海。低温时间可能稍微长一些，那就会造成就是可能在一些虱目鱼啊，或是一些虾类这个养殖上，可能就要特别注意这个寒害的问题。那另外还有一些这个果树类的这些作物就是现在有可能已经在开花或是在结果的这个阶段，这种低温下来了之后，也要特别注意这个防寒的这个措施。元旦开始各地继续低温，在暗暝气温受辐射冷却影响，感受是特别寒。
专家提醒民众出外参加跨年活动，一定要注意保暖。有心血管疾病患者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今仔日的天气预报。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7度；东部这边上低16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1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